在上期节目中，我们为您带来的是粤美中华晋级竞演越秀组第一场的精彩实况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给您带来越秀组晋级竞演第二场。究竟哪些越剧新秀能从中脱颖而出呢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！欢迎大家在这个美好的夜晚走进大宁剧院，和我们共同欣赏《咏莲杯》粤美中华越剧青年演员大汇演越秀组第二场的晋级竞演。那么，亲爱的朋友们，现在呢，就让我们以格外热烈的掌声，请出今天晚上亮相的两支队伍——乐从新来队和粤美西子队的12位选手闪亮登场，欢迎他们。好，那么我们每一位选手呢，都已经是蓄势待发了。我们也祝愿他们能够赛出自己的最佳水平。我们再次掌声为他们加油鼓劲儿，好不好？与此同时呢，非常荣幸的给大家介绍出席我们今天第二场越秀组晋级竞演的7位评委老师。介绍一下，他们是越剧名家张玲、越剧名家徐明、越剧名家我们美丽的王志平，著名越剧作曲陈国良老师，陈老师，越剧名家许杰，越剧名家蔡浙飞。那么今天我们的特邀评委来自兄弟院团的这位神秘嘉宾呢，是我们的京剧名家李佩红老师。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欢迎感谢7位评委老师的到来，谢谢你们。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晋级竞演的比赛规则。晋级竞演以战队对决形式进行，每场2支队伍出战，每场共6轮，每轮每队派出1人，出场顺序自行决定。每一轮选手展示完毕后，由评委分别打分。分数高的选手为所在队伍获得1分。6轮对战后，获胜次数多的队伍即为胜队。若2队胜出次数相同，队内6名选手个人分数累加，总分数高的队伍为胜队。胜队中个人分数排名前3位的选手晋级，其余3名待定，无人淘汰。败队中个人分数排名前2名的选手晋级，最后2名淘汰，其余2名待定。本场5名待定选手将进入才艺加演环节，其中将有2名选手可以通过评委和网络观众的投票进入终极竞演。同时，东方大剧院 APP 网络投票呢也已经正式启动了，欢迎网友们为您喜爱的选手投票。进入加演环节的选手中，网络得票数最高者将得到宝贵的1票。那么，亲爱的朋友们，首先亮相的这一位呢，就是来自乐从新来队的28号选手，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丑角演员陈丽，她的竞演剧目是《乌龙院情钩》。秋色花永远忙，一点红人笑淘，风景盘中轻轻扬，越听人更洋洋，他自家一句
平易收风，李春风。只见你娇娇滴滴，赛赛嫩嫩，自出非芙蓉。迎面走来你多情公子，举茶开手两鬓中。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粤美西子队的47号选手朱健健。朱健健来自于杭州越剧院，功老生，竞演剧目是《春秋笔》《沙溢》。一往曾轻走到桥，军官中有武道，中间不辨是非小，报国忠良何难强。恨自恨，不为必离你情草。他把心苦，深深煎熬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经过这个紧张的计分以后，我们的选手的最后成绩已经出来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第一位陈丽的最终成绩是97.80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朱健健的最后得分97.20分。所以在第一组选手比拼完之后呢，我们乐从新来队是1比0领先，我们掌声表示祝贺。接下来登场的是乐从新来队的29号选手周丽，来自温州市越剧演艺中心，功小生，她的竞演剧目为《胭脂慎思》。相望
二罗飞所放，此才随父曾黎明，恩师奉言生赞许，但愿我永随此子破青云啊！偏道司徒自造独奉献，看似藏须独分银，此言我生生灵非所望。生死虽是挂后天啊！与朱莉对战的是粤美西子队的50号选手，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花旦演员王晓慧，她的竞演剧目是《梁祝哭坟》。我以为天从尘缘曾将儿，谁知晓姻缘不上命多表。十指房，你弯月老眉来做，谁知晓西桥比较呀娇。十指房生小官的来迎娶呀，谁知晓味道因我手段恰巧十指红花轿到你家，谁知晓旁一诉我泪掉下。两兄啊，为什么一心相许曾永居？阴阳阻隔难到老，为什么地老天荒千岁经生离死别才今朝？为什么一路安须同船渡，茫茫红尘。
看第二组的选手情况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周丽的最后得分，97.22分。那么我们看一下王晓慧的最终成绩是97.34分。在2组比赛之后，我们的2支队伍1比1打平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登场的是2队的第3组选手。我们首先有请32号来自浙江越剧团的男小生王伟嘉，他的竞演剧目是《金龙与蜉蝣·情路》，掌声欢迎。记得那一声驯服把路上的叫声送别我情深一场你要为我做怪了，泪水和面汤，请为我陪郎操碎了官场。你呀，做我路上须知海和暖，请做我去做我去到爹爹早晚相接着登场的是粤美西子队的52号选手，来自杭州越剧院的小生演员金玉角，他的竞演剧目《梁祝·回18》。夜间修思求自己，为往事心有情。他曾经梅花吐露曾小心，我今日你所梦的不自由，记得曾了曾，不了怪，他曾经与脚步为戏把他带。相公，他虽是家有门当等我盼，下了山不是他，他虽是水里呀两层山，不知道啊结了婚。王伟嘉的最后成绩是97.66分。
金玉角的最后成绩是98分。3组比拼之后，我们的乐从心来对乐美西子现在的比分是1-2。接下来我们将请出我们两队的第4组选手进行下一轮的比拼。首先登场的是乐从心来队的34号选手，来自杭州市余杭小百花越剧艺术中心的小生演员费新平，他的竞演剧目《胭脂慎思》。第一次的风雨上来，那年茶自己藏的茶分明。倘若是我真与土怎能比较所思披张的，我茶是黑发圆回重生，乃名四长小生，你不配浪费儿时才反而玩火生命。才飞起，我茶是一定比青边碰山，爬上爬，成对落地，不谁难谁出自成。到那时，公正黎明，前世加成，是谁知？是偏城，偏生长子成虚妄，我与那张梦成了同类生。难上我接着登场的是乐美西子队的58号选手陈海峰，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供老生，他的竞演剧目《舞女拜寿哭别》。
配中条。下辈福田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成绩。费新平的最终成绩是96.98分，陈海峰的最终成绩是97.94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粤美西子队又得到了1票。那么经过了这个4组之后，我们两队的成绩现在粤美西子队继续扩大领先的优势。粤从新来队是1比3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赶紧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第5组的选手的比拼。首先有请来自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有限公司的42号选手花旦演员徐秋英，她代表粤从新来队出战，竞演剧目是《江南女巡案赤肩》。
接下来登场的是粤美西子队的60号选手花旦张丽，来自浙江越剧团，竞演剧目《陈三两》《骂堂》。刚才大家看到的是今天的本宫环节的第5组选手的比拼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请评委老师们为这2位选手一一打分。徐秋英的最后得分是96.44分，而张丽的最后得分是97.16分。我们来看一下2队的比分情况。现在粤美西子队得到了4票。粤从新来队呢还是1分，所以我们的粤美西子队提前锁定了胜局，恭喜他们！最后一组的这个选手的个人成绩还是非常的关键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观战。
我们首先请出的是第6组的第1位选手，46号选手，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小生演员洪帅，他的竞演剧目是《牡丹亭教化》。美家人是金哟，天仙归对，有真的父辈18人一美。普天下美流之心也不少，小生我偏偏受教刘梦梅。茶楼梅边我有份，茶楼梅边我的份也在。他念得吧算功课，不是小生更是衰。喜子对图娃，再多相依偎。喜事了，喜事了，官司相问梦里来。今晚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，同样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，有请粤美西子队63号选手花旦演员李云霄，他的竞演剧目《蝴蝶梦》踢官。我与他两在夫妻共相随。我与他马
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最后2位选手的最终成绩。红帅的最后得分是96.98分，李云霄的最终成绩是98.60分。这个我们12位选手的成绩都出来之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6组以后2队的比分情况。5比1获得了绝对的胜利，恭喜他们！好，所以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直接晋级的5位选手的名单呢，也已经产生了。他们将是我们获胜队伍当中排名靠前的3位，和我们这个失败队伍当中呢排名最先的2位，一共是5位。他们是粤美西子队的李云霄、金玉角和陈海峰，以及乐从新来队的陈丽、王伟佳。掌声向5位选手表示衷心的祝贺，也期待他们在决赛当中有更加精彩的表现。除了以上5位选手直接进入终极竞演外，按照规则，来自盛队粤美西子队的王晓慧、朱健健、张丽和来自乐从新来队的周丽、费新平进入到才艺加演环节。才艺部分展示完毕后，每位评委在5位选手中选择2位点赞。本场网络点赞数最高的选手还可以获得1票，总票数高的2位晋级。最终029号周丽和047号朱健健分别以7票和5票的成绩成功晋级，而其余3位选手进入到网络复活区。至此，粤美中华越秀组晋级竞演第2场全部结束，共有7位演员成功晋级。在下周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晋级竞演越秀组第3场的现场实况。下周同一时间，我们不见不散。